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复起来时间咯，我是高本。大家提讲明日总头啊，都有佢自家的故事，同佢自家特别的地方。不过大家提讲，咱全国体咧，本政府认定用文化资产保存法来保护客家区落去内幕。冇错，就是咱万万乡的5.9岁啦。5.9岁一个总头啊，除了係咱行人的总头，纯粹行人总头之外，佢有那条特别的故事，也係好特别的地方呢。咱今日就来邀请5.9岁的村长，好好带咱聊聊一下哦。马上就来分享咱慢慢讲5.9岁村长李聪强李村长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5.9村的村长，我是乡里。村长分享到咱节目地位哦，更加难得啊！邀请村长来到咱节目地位，等一下就带咱对头到尾，对地位到脑杯好好的聊聊一下5.9岁咯。冇问题，尽量问。好啊！村长，我开始之前先强调一下你自家本身万世都睇5.9岁睇嘛5.9岁年。冇错，我都实实在在的客家人。不过听讲村长人嘅上人讲法的时间，像人家讲嘅强有时摆我先强，人家嘅强，听讲咧有时摆带顿原住民嘅风咧。也都係有原因嘅，因為我哋5.9歲啊，身後都偏不足，都原住民，所以萬事就不是為了強下多多少少啊，都會學到，但是他緊要見諒一下，我係純正嘅客家人。唔好安尼講，其實安尼族群嘅交流係正常嘅，唔是變種嘅自然嘅一個個人嘅特色啦，好唔好？係人家講嘅客家強係用愛性強嘅，又即係講冇錯嘅，係都係行勢都係聽老輩大嘅嘛，有不時啦就人哋盡量有嘅。唔過我想請教村長一下，自從唔睇做村長之前啊，有做其他嘅工作冇？本身係睇做乜嘅專業嘅呀？我以前都喺高雄做生意，但是因為媽媽年紀是有的，所以我哋就帶了一套嘅補習嘅材料過去教學生嘅，順便嘅呢來培養我哋嘅媽媽，所以我哋那會過去到鄉下，安尼情形啊。嗰度過到鄉下之後做也係一種個線上嘅工作嘛，教細年咧。也係因為過到去嘅，其實培養媽媽。我會從事我哋咧補教業一啲老師嘅身份，但是因為睇幾片睇我哋社區，你就不得不都要從事來屯我哋社區來聽書。所以幾下我哋咧同樣你可以來社區為社區來服務。嗰陣按兩位來出來說先村長，因為我哋當地講村長一定會熱心共創嘅師傅，順勢佢也係對我哋總條地位個熟悉嘅一個人，錯冇？係啊，但是我做村長之前是有20-30年攏係做社區嘅工作我唔係講一下嘅，我都會先村長，唔係除了講譬如我媽媽提幾片嘢。嚟做社區工作，我做過幾久嘅社區嘅總幹事，我做咗20多年咧。但是咧，希望講社區嘅工作，每個人去分擔，冇講唔自己一下落去擔嘢東西，村長你來搶到做，唔係安尼。希望講社區嘅工作，每個人有自己本身嘅責任。我嚟做總幹事來分配下工作，他個人有工作去做社區那會旺，所以講我20-30年之後，那會想講去先去做下村長，安尼情形啊。你村長其實啦，接觸一個社區師傅，對你自家來講也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嘛，錯冇？雖然講我哋都係客家人，不過自家對客家事務、客家文化嘅觀點啊，有啲人都冇共用嘛。就我嚟講，唔要接觸嘅社區嘅師傅也好。對，作者來看客家嘅文化相同嘅地方係點呢？因為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講，自家個人認為嘅客家文化，佢有哪度特別嘅地方？因為萬世啊，都聽到爸爸媽媽，以前做乜嘅？因為爸爸媽媽都嘅客家人咧，連做乜嘅事情、做飯咧、做炒菜、做乜嘅，都係客家一啲事務，我哋人做會看。有啲天意階段，我哋讀書、讀高中、讀大學，都提老輩，也咧就等於講黑暗時期一樣嘅，對客家嘅文化有個冇去涉及。但是出來社會嘅時節，
一铁三团的哦，铁三团有贵去我哋咧总头的，有接到沙期的工作。所以我哋对沙期的工作，尤其客家文化，我用去提升，一系啲大问题啊。因为慢慢的人会凋零，嘅客家太不能种植，按种植时间按样咯，一定要靠过后上嘅嘢。但是客家总头，你哪么个出来？一定要去认识客家文化。除了客家文化以外，我有认为讲客家文化就会变喺點嚟，變喺客家貨房地位。貨房哦，因為客家貨房有啲咩？我哋環社提幾片生存，提幾教育，提啲神法、三傳都提幾片，教育係提幾片嘅。嗰所貨房我哋啲祖先留本我哋咧，攏提貨房地位。嗰所人更加經過很多年咧，唔可以了解客家文化，你一定對客家貨房啊去認識，不論建築，不論建佢乜嘅我哋貨房嘅種植嘅一種傳說，一種想法，我哋都去問去做。嗰所以了解客家文化，要重視客家貨房文化。嗰所以我做沙期嘅總幹事，我就盡量往呢邊。一條到我哋客家貨房，我去修繕過好來，保存好來。迄種根本係個一件多，就是就冇客家文化嘅，如安尼情形。真是，又係因為講，我哋590其實佢也有去過嘛，地杯起到保存到我哋青島好嘅貨房，真完整。嗰種佢真有一個機會，本前面像係講嘅，政府用我哋文化資產保存法嚟講，認為講佢係咧愛保存咧客家起咯，係咪安尼？佢因為有幾多係保存幾好嘅貨房。錯啊，就是我哋本土地嘅聚落保存咧，有提590。當時嘅縣政府文資所，為了提倡呢啲東西，我哋個松樹贊成。因為客家尤其鄉下客家莊頭啊，最尾下人都會搬出去，村內都落莊稼，冇靠公部門嘅資源，你去到嗰邊你就冇法度。所以講，可以聚落保存呢啲東西，嗰個我哋村落完全贊成，嗰啲佢都形成也會聚落保存。但是公部門既然聆聽我哋咧嘅聚落保存，就會有責任，來為我哋沙期、為我哋村鄉嘅貨房去修、去長、去保存，就會有啲責任。客家尤其鄉下嘅客家莊頭啊，也講到歷史啦。20年前，我哋590都係檳榔，嗰時幾多嘅後生嘅，伊都會歸來，同陸客人聽書。伊呢可以得到另外一啲薪水，你會砸牆嘅咩嘅賣牆嘅錢，而且賣牆嘅錢嘅薪水啊，比年代上班嘅錢還高多。所以佢10年嘅風光啊，睇幾片該鬧年全都後生嘅。嗰個年代我哋開始做嘅內政部嘅社區營造時間，我記過多年，但是10年之後，檳榔唔係算叻嘅，算堅嘅。所以下落下去。睇下幾來嘅後生嘅咧，生存真快生存咧。為到4年咧，我去輸教育交通嘅問題，嗰時漸就幾多後生攏搬出去，搬啲生態種屏東啦、尼埔嘅啦，一下嘅590種植變得幾多嘅。嗰時一下東西嗬，就會覺得，落差太大呀。嗰時但是人家種植按說嘅。唔靠慢，就靠我哋鄉村嘅體驗片啦。我用去囤我哋咧野菜地嘅經濟啦，我哋咧文化也到客家文化用個提升好起來，有我哋本身最大唔講嘅一啲責任啦。安尼啊。我哋嘅，我就講，其實讀到嘅也同更加其他嘅種頭共用，人口老齡化，按年齡嚟講越來越少。我就會按嚟以呢個困難嘅情形啦，也講個食材啦，哇，觀眾朋友，原來590啊，其實也同其他種頭共用，也拄到嘅老齡化嘅問題。不過村長見係用一個無共用嘅方式，將590再反做上嚟，變做更加人哋第一個觀光嘅景點咧。人哋休息一下，繼續嚟同大家講故事哦。
上一段唐村长来分享自来经历，也算是了解五桥水太阳嘅情形。更加呢，俺们就真是有请村长带俺们好好来聊聊一下五桥水，看下先有哪条好事好聊的吧。村长，头到俺们讲嘅火房开始，假使讲俺们你去到总头看到一定系一大村嘅火房嘛，俺们会用办来聊聊一个五桥水呢？可以，更加呢都带客家人嚟到五桥村。但是完全聊了之前呢，我同客家人报告一下，五桥水有乜嘅好，做乜嘅唔都會來到一片。嗰陣我不是帶人來了嘅時間呢，會講到五橋水有兩個寶，一啲寶呢都係客家火房文化，第二寶呢都水草生態。我先講水草生態，因為我哋嘅水啊，幾年呢都清清江。雨水嘅時節，太湖山下流下來嘅水，也都雨水嘅時節。但是冇雨水嘅時節，卡潮冬天嘅時節，我哋嘅河壩呢，該多嘅潛水啊，地下水，潛水到地下水，我真不，嗰時不出來呢，幾條河壩呢都該清強，嗰時培育到該多嘅一啲水草嘅生態，嗰時該多嘅教育單位，我來參觀，我來去研究水草，應該會到五橋水，因為五橋水草培養到該多樣性嘅啲水草。嗰嚟講佢哋我哋客家文化，我哋啲火房，入到火房，當然啦，你了解我哋，因為我哋都五橋水啦，都客家總體啊，你客家總體唔都係了解我哋客家文化，但是客家文化睇哪咯？客家文化都睇我哋客家火房地盤。做乜嘅火房對我哋都很重要，因為我哋原先都睇攏喺火房裡面成長嘅。以我哋一年紀來講嗬，應該大部分攏喺火房嘅生態。但是嗰後邊呢，一般來講攏冇去感覺到火房。而嗱啲講火房，過年過節來創一下嘢就冇法度嘅。我對火房嘅了解都冇。嗰時要年客來到一邊，既然來到我哋五橋水，如果了解客家文化，但是客家文化要變嘅係我哋嘅火房。嗰時我哋一帶有幾個年客嚟，一定到我哋嘅火房來介紹我哋火房嘅。但是我哋火房幾多？有香料嘅，有香種嘅，有香嘅，我攏提幾片我哋時身嘅了解地方。嗰時我哋入去一定要慢慢嚟帶，慢慢嚟帶火房本客家人書寫，認識客家火房嘅文化都帶喺那邊，因為客家文化呈現出來嘅攏喺火房地方，不論太門呢，伊啲嘢嘅設施，伊啲作用嘅情形，伊攏祖先攏留下來，要做乜嘅意思，做乜嘅意思。嗰地方呢，伊嘅圖騰嘅浮雕畫畫。攏有代表伊嘅歷史典故，入到尊堂，伊啲門嘅乜嘅主堂嘅燈光方有三隻詩，香料嘅都彭城堂，香種嘅銀川堂，香有嘅都志德堂。嗰陣入嘅時節最後邊來到乜嘅火房，你看堂口都提講也香乜嘅東西，每啲香嘅火房咧，伊所代表嘅呀，佢都攏有無相同嘅。個無相同嘅，就像我哋以劉氏宗祠來講咧，南部地區保存最完整嘅一個火房，應該係劉氏宗祠。因為劉氏宗祠咧，睇我哋總體嘅落背，伊嘅規模、形態，有兩堂、四個房屋，兩堂四房屋嘅火房，嗰陣你俾睇門嘅時間，哇！你要看到睇門口有啲柱墩。一啲圓圓，一啲四角嘅門咧，啲窗嘅咧，又有一啲杆嘅，有啲竹嘅。嗰陣入到嘢嘅火房嘅時間，唔先了解祖先我哋咧客家祖先做嘢嘅東西，留俾我哋先人咧後代用乜嘅一種宣示啊。嗰陣看到嘢時間，圓圓咧都幹毛，做幹嘅毛嘅，四角嘅都會做幹嘅煙嘅。有啲乜嘅氣窗啊，有一啲杆呢，叫做平平安安。
哇，做嘅呢，节节高升。哦，我就希望讲，以前我哋祖先如果希望你后退之时，出的时间，你追求最多的、最好的官位、最多的钱财。但是呢，你平平安安。一定要归来回馈我哋嘅祖堂，因為唔係喺對入邊培養出去啊，唔傳到嘅百個千個，唔當然來歸來回饋我哋祖先，係嘅我哋嘅宗族，出祖入去。所以一條火房咧，包含嘅意義啊，攏幾多啦。嗰時候佢哋冇用寫詩，留用文字，結果佢哋係用人哋建築嘅裝飾。哦，同子孫講，其實人哋係用一個意思嚟地位，按含蓄呢。陳總，人也提講人哋客家嘅火房貼，佢有特色嘛？人家一看，我提講係客家嘅火房，可以對哪開始看得到講，一個就係人哋客家嘅火房。不管睇哪片，人哋客家人嘅火房，一起看啊，一般來講，攏看得實，因為人哋嘅火房一般攏三合一，冇到四合一。三合院呢，就一個模字形的，頭先圍牆，一個門，你把它如何主堂，但是主堂嘅單個方呢，就有三隻絲，有啲擘個頭，就代表即個對那邊過來嘅，如一紀念嘅來年嘅地方，像例如個彭城堂，從嘢東西一看，幾乎都提講野型嘅，就係客家火房。從劉氏宗祠，伊本身你把它有兩個堂，前堂後堂，四邊呢有兩行，安尼都四行，就兩堂四行屋的火房。但是我哋五橋水呢有一棟，叫中式火房、核心火房，有四合一哦。地波一看呢，一看唔是也都係火房哦，因為四邊攏有屋嘅。我說擘個台門那邊你就搞唔清楚啊，佢按害羞，保頓按好啊。係啊，佢就封閉性的呀。佢說，但是五橋水就只有一個火房，核心火房，那係四合一，其他呢都係三合一。一看呢去，絕對看的是也都客家人的火房，同好多年的一種嘅建築是冇相同。村長除了按呢之外呢，還提講過，人哋客家火房當過一個銅獅啊，那個唐號的唐字係擺在中間，錯冇？即係就係人哋搶有客家人在話按嚟做。錯。不過樣嘅客家人的火房啊，一定會有啲銅號。但是許多基本上我哋五橋水，因為嗰度銅號喺中間，銅號喺身後。但是一般的論調啊，最主要的啲乜嘅做法都係銅號喺中間，那是最真實的。但是有的因為當時的祖先伊本身的思考的模式冇相同，或許講銅號喺身後過好，但是更加嘅，反正都一般原則上都喺中間，但是身後的或許都因當時祖先也有乜嘅考量。那我有按的情形，或者有乜個定論，也沒有一個定論。但是只要銅號原則上都喺中間。舊上啦，舊上同時喺中間咧，都一定係人哋行。嗰時我哋五橋水嗰度遊客都許多幾邊，有冇我哋？用我度要看真係話，遊客要中間啦，講唔看到嘅大部分係喺中間，係講係啊。佢說有時因為當時嘅歷史久遠，因為祖先運用嘅裝，我唔知啊。係啊。就我記憶的嘢啦，我哋火房嘅門啊，有啲門啊，三合一嘅門，一般嘅門攏喺主堂嘅前面，也珍貴嘅，因為呢批要針對我哋嘅祖先嘅排位喺嗰邊嘅尊敬。但是我哋五橋水有一啲太和火房，太和火房嘅啲門喺哪？門喺身後，你看有奇怪冇？都冇跟人不是嗰多人講，前面有路啊，講以前農業社會佢冇路，有個路衝。嗰種講嘢，每一代咧祖先，每一代咧後代樣嘅咪，伊哋咩搞唔清楚啊？或許以前，伊哋咧祖先就認為講，此時此刻，側門嗰邊是風水最好嘅。每天係安尼啊，因為每啲。原則上一定喺大門嗬，喺主堂嘅前面。呀呢，
特例那一堆的，就是或许都以前伊咧祖先有点考量啊用的安尼啊，过几没哦，真是有了个变化吼，迄眼人100公年前的事情，眼人唔对嘛，眼人将看到的呀哈。啊，除了一个火风，啊，头都讲个水字，我眼人遇到5嚿水，还有哪条个特别的可以来看老了呀？咁就我介绍他简言，火风係一個關硬鐵嘅東西，看舊嘅我木祖法法。看風嚟做差唔多一木嘅嘛。做噶，比如說我哋咪有個單的去到一個火風前面嘅半月池，半月池，個半月池嘅風景清好，但是半月池做的嗰邊雖然講一個半月，比如說我哋起名叫做半月池，但是半月池呢，因為有錢人家，有可以發表做出來嘅。但是半夜池嘅，伊個池嘅，伊個功能幾多啊？入水、出水，有啲水茶，幾多嘅功能？啊咧，看來叫我可以帶你了解一下呀，入去算景點地方過原先咧，過羅亂咧，看起來風景清好。啊，除了一個半夜池之外，又還有其他嘅冇？硬鐵嘅行係嘅，當然都係平常嚟嘅咧，客家嘅美食啊。有哪條？有個都有興趣嘅喲。當然啦，美食客家美食最好啦。像我哋帶我哋嗰個嘛遊客啊，除了客家文化看得嘅，就愛食。愛食都愛看我哋客家嘅米做出來東西，叫做客家飯、麒麟飯。烏飯、面趴飯，當主要是面趴飯，幫乜嘅幫烏飯。好似我哋嗰度咧，遊客我哋都一團，我哋都為人做客家飯嘅 DIY。用啲番薯粉，番薯嘅做麵粉強下裝，迄個番薯粉強下裝，攞啲餡咧，因為伊嘅延展性過好，好似捏，我裝乜嘅？裝嗰啲麥頭啦、身體啦、咩味啦，都可以。遊客嗬，一看到哇，呀客家飯咧，還可以做出各種嘅餡，從個作坊擺都可以。因為細人嗰度嘅想象空間啊，有人做乜嘅花啦，做乜嘅動物啦，做乜嘅植物啦，都可以裝出來，可以整得到。可以品嘗一下客家美食，又有辦得好食，真是唐風來過奇妙呢。觀眾朋友，原來5嚿水啊，原來行人去地方，唔但將可以看到好正嘅火風啦，有條硬鐵，甚至於講還有行場可以去搞 DIY 呢。不過除了安尼，還有其他嘅行場冇呢？休息一下試一比茶，繼續嚟同大家紹介咯。喺當5嚿水中來看客家文化、看客家火風之外，又還可以來做客家美食的 DIY。除了安尼之外，5嚿水還有哪條可以好老了的呢？繼續來請教陳總咯。陳總，前面講嘅，我哋看到正嘅火風，食得好食的客家飯。除了也以外呢，你哋行場還有哪條嘅法通啊？因為頭頭我哋講嘅按到5嚿水嘅特點，也嗰度講嘅嗰度嘅客家文化。但是我哋更加沙期呢，我哋傳統呢，要設計到一套套餐，來幫遊客來預約安尼。套餐呢都係安尼。我哋早前頭來報道時候，我哋都有客家火風、客家文化嘅導覽。嗰個係呢，我哋都要做客家美食、客家飯嘅 DIY， 一個係點心嘅部分。錯，但是中間呢，已經時間都當做嘅，我哋要提供一啲客家菜嘅風味餐。好好享受我哋客家菜，因為飯呢客家菜都係我哋祖先留下來嘅。一講到歷史嗰度，但是我簡單講，因為客家飯做乜個會用我哋客家飯呢？客家醬菜呢？因為我哋對大陸嘅北部逃竄嘅時節。
一定在路中间，冇可能每摆都去洗面煮饭煮嘛个，唔係。等人家行通嘅時間呢，我哋要做好來，我哋咧辦嘅呢，幫嘅身體幫我哋嘅帶頓來，都幾哦都拿來食。過嚟也醬菜呢，又係嘛蘿蔔嘅醬菜、黃梨嘅醬菜啦，有啲東西也係同樣，為啲人講嘅嗰塊糖喺個逃難當中所研發出來嘅，嗰個健康呢，我哋去發揚起來。所以有啲辦呢，有啲醬菜，我哋納入我哋嘅悠長地位。當啱不頭當主頭呢，就可以食我哋客家菜。主頭一般大家認同一下，我哋會帶我哋遊客去我哋呢河壩呢去搞水，我哋會準備棒呢，本大家人呢來搞一下，又係想一下我哋晚些時節搞水嘅情景，好似係做嘅套餐一樣嘅。但是有啲東西，要為我哋嘅遊客，為我哋老輩嘅人客呢來設計嘅，來到一邊隨時都有，但是呢，要預約，要預約對我村莊，無論我哋社區嘅網站地方，都可以聯絡。安尼安徽行程，不管大人小子都可以參加呢，吼。錯。你看，目前看得到火房，樹苗嗰度，人哋喺火房苗嗰度，人哋嗆嘅水草啦，河壩水也好，甚至於講也食得到好食的美食，譬如到人哋客家菜嘅美食，甚至於講，有一個機會還可以嘗到人哋客家山歌，做冇？人哋身體五感都可以感受到人哋客家嘅美食、客家嘅文化，真是幾好喎！有限制講人數冇？我哋最少都30幾人啦。30人我都成團，我同我哋聯絡，我同村長聯絡做得。假使講冇30人也唔怕，人去看一下人哋嘅叫啥去當個網站啊，也係個門人，也可以提供一啲資訊，人可以自家去聊聊安尼。這個感覺韓式都太都更加安尼洋菜迄個叫水，有哪條冇相用嘅地方冇？當然啦，如果更加安尼年紀看起來話，就幾多一種感慨啦。以前晚些時節，一切都係農業社會，他緊要講幾淳樸，幾好，互相都有來往。以前啲東西呢，看起來真正真美好。人呢也係同樣，也穿也了記了，火房穿來穿去，行來行去，他緊要嘅行動一樣。所以佢下個農業嘅社會嘅情景，都感覺真好。但是時代改變，按到30-40年嘅一個行程當中、過程當中，人哋改變，東西也喺改變。像河壩本來佢大條，更加呢會變個細條。雖然個水也同樣，但是火房呢同樣也一段時間，也因為人少咧，攏搬出去嘅，搬出去當中也變莊稼，迄啲人都少嘅。一啲火房以前有40-50家嘅，更加呢有啲冇，有啲剩1家2家，所以也呈現一種凋零啊！如果本來人更加一啲做社區工作嘅人，一啲很清態嘅一種無奈感。以前按老人更加變咧有安尼，但是也係無法度社會嘅改變，你就不得不安尼，一定要搬出去。老輩過好穿，但地輩就無法度。所以造成我哋本身更加睇我哋鄉下嘅村嘅，會有時真是一個無奈感。或者更加呢，因為社會嘅現實面，他感覺他本有自私自利啊。所以我哋推動嘅時間呢，有啲愛做案嘅，但是反對嘅人會有，踢草啦，踢倒人啦。唔講無錢穿，愛做微利性、小利性，帶人行來。有啲人會講，又會吵死人咯。所以幾多嘅東西要喺中間去溝通協調，慢慢嚟，本來哋村民呢，雖然講年紀過大嘅，佢本身嘅想法還是跳一以前嘅咧，但是我哋盡量要去做到呀，本來哋叫水呢，也只係往安尼啦。你靠村長能同社區嘅嗰有睇參加一個發通嘅
相亲也好吼，来改变大家的想法，这样可以帮总头越来越好嘛。不过真是唔能更加做嘅游戏摆升级嘅啊，有嘅后生嘅真是 video 安尼看到讲嘅，令人总头嘅有一个希望嘅，有过来，甚至于讲有脑杯唔咩原本5、9岁嘅人，去拍 video 安尼，办啲5、9岁来嘅嘛。10年前，佢下5、9岁嘅观光小旅行，佢下玩改方，佢玩青红。佢说佢度嘅外地嘅学术单位都会进驻，来听送5、9岁。但是有时因为过后生，伊本身对5、9岁嘅菜体啊，我冇了解。佢当然冇了解，同时伊哋会过重啊。佢说乜嘅东西都会用生态一种做法来限制那啲沙企嘅一种发展。因为我来嘅当然如果注重生态环境，但是菜体呢，啲老人家唔使做乜嘅事情，譬如讲太水豚也剥皮啊，呢种种起嚟，种起嚟挨身後，會挨人哋甜啊。再次太水落嘅時間，也輸開嘛啦，因為也提住啊。但是嗰度嘅外地嘅後生係都過唔掂，也沒有也冇用水嚟抗我，冇用嘅哦，一天要用貼咗呢哦，唔係貼啲石頭哦，我要自然工法哦。嗰就當時會嗰度嘅一種衝突一樣嘅，嗰就幾後也好想過鬧日啦，但是慢慢咧，伊本身吼同菜體嘅百姓啊，會有個無法度去磨合，又無法度去做，嗰時候嗰度就會推出去，嗰時候以前會有安嘅情形，甚至菜體嘅後生嘅有心嚟做，但是對村方嘅人講人際關係啊，無法度去協調。去溝通，做成會有安尼嘅。所以有啲東西呢，對面下都更加咩，要回歸喺村方嘅沙氣，安尼。後生去做，更加了到我哋去做。所以你咪希望咪強樣一步一步來，但是我本後生嘅入來也時間，一定要灌輸伊，唔做乜嘅東西，我冇要緊，但是對菜體嘅百姓嘅想法吧。我要去溝通，我要協調，我要想法，一定都得樣嘅，唔好講唔樣嘅做，你直衝安尼冇，衝撞太大。哦，係啲嘅，就係講，其實真正5、9歲叫相當人，不管係本種也係外種嘅人，不過入來之後，實際上，喺融合嘅過程之中，發現到講可能。同菜體嘅理念啊，執行嘅方面，有些擺冇相同，安尼來去留下人嘅角色。不過真實來講，希望講大家真是好心面，愛本5、9歲面啲上到嘅人，你來嘅時候愛想到，人哋用辦係同菜體好好融合啦。因為菜體人係本身睇下神化嘅人，係啊，人兩班人嚟雖然講大家有無窮嘅夢想，不過本菜體嘅人可以融合。兩輩人，有個兩個互相的磨合，真係重疊啊！所以真是本來5、9歲越來越好。總總講到安尼啊，韓式都太有談過老一批嘅講到5、9歲嘅朋友去拍啲故事嘛。因為我哋講老總頭地輩啊，像有北港嘅故事也好，太廟嘅故事也好，甚至於講火鳳後8歲地輩都有故事呢。故事幾多？有印象幾深咩嘛？當然，因為以前嘅環境同而家環境冇相同。以前嘅環境吼，因為係有4個莊頭，4個莊頭，每啲莊頭都有啲乜嘅河壩隔起來，有時候有3條河壩隔喺中間，就變4個莊頭。但是4個莊頭，也係河壩咧，成頭攏乜啊，攏竹頭哦。人講種竹頭都有防疫嘅一種心態啦。有時候我哋咧河壩成攏係竹頭，竹頭地邊有啲三合水，啲三合水都係我哋以前哦嘅苗壇嘅同基啊，開講，開講都係3合水好嘅水地邊來開講。嗰度安尼啊，係啊，嗰所以去到嗰邊嗰度，我看到有同基睇嘅開講嘅，都表示那一苗係苗同基。表示佢風水好啊，嗰類咧我哋
你后半生拢係去足頭啊。哦，幾多年哦，幾多事情啊，冇都想唔開啦。陰啲氣啊唔係啦。係民間嘅一個民俗嘅故事啦。係啊，我哋去足頭講。陳總，除了頭講嘅民俗嘅故事之外，還啲講每個鐘頭其實我哋客中有幾多民俗嘅活動啊。假使講一年四季地杯啊，我哋去到5九水參加一種活動，我看活動，推薦有哪個活動一定要落去看一擺啊。有5九水，因為我哋全國獎炮上嘅。獎炮上係發源地，喺我哋東興莊。東興莊嘅每一年嘅元宵節，第一日咧。如果睇我哋幾片，有啲足夠嘅，但講我參與啲炮龍，大下呢用紙炮嘅接上去，啲鹽包地杯嘅紙炮嘅，唔要得獎嘅。也都係我哋傳統嘅哦，傳統已經足夠嘅哦。地杯嘅炮龍有啲東興莊嘅元宵節來辦，但是全國的有我哋客家嘅VIP。贊助嘅，都體現咧全國嘅獎炮上嘅活動。我睇元宵節嘅前後，都擺6禮拜。係重要嘅時間。已經將近到10萬人咯，哇12場。你都睇我哋更加都固天嚟睇我哋5個國小，5個國小幾片來辦，喺草場來辦。觀眾朋友呢係有限嘅，每擺元宵節看傳統嘅。後1禮拜來看全國的獎炮上比賽，將近有10萬人報名參加，順便咧來參加我哋5九水嘅小旅行，來看看啦我哋嘅狀態，試試到我哋嘅辦咧。觀眾朋友，談到陳總嘅分享嘅冇，記得到，一年四季地杯其實5九水當真好搞，唔過喺正月過年嘅時節，元宵節一定要來去聊聊一下，認識我哋正統嘅客家文化，試一下我哋客家嘅美食咯。今日再一次感謝陳總帶來咁精彩故事同分享，感謝。感謝我哋主持人，也感謝我哋所有嘅觀眾朋友，有閒呢一定要來我哋5九水。行了哦，謝謝。感謝我哋按等一下嘅陳總，更加都聽到我哋欣賞來運動一下吧。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